也今仔早起，坐穩三明線有乘客要佇咧台北大學站落車，那像講是去踢到一個查甫人伊的物件，雙方轉起衝突。也這個查甫人佮甲美工刀啊壓出來，有乘客是趕緊報警察，警察壓制掠人。也查落發現，這個壓刀的查甫人是通緝犯，警方表示刷了依法上班。監視器畫面錄到穿烏衫的查甫人提牌仔，準備佇坐穩三英線台北大學站落車，卻因為弄到邊仔穿寫字的乘客隨身物品，兩個人去冤家，穿寫字的查甫人為落地仔提出美工刀恐嚇。這件15發生佇坐穩三英線車廂內的事故，讓車頂甲站內乘客攏驚一大條。那如果像這種有比較危險的狀況，他們是不是應該也要做一個就很簡單，按一個鈕就可以通知，然後疏散現場群眾的？代志發生迄當時，車頂有乘客看到，隨去力壓制個報警。宋先生佇對面櫃台看到警員逮捕行為前，認為警員的動作真緊，也毋過也毋忙緊急疏散，甲警示機制會當做佇更較全面。警方表示，攏會加強巡視。另查證身份，該犯嫌另設有傷害通緝，立即逮捕。後續將依恐嚇、維安以及傷害通緝來移送偵辦。三英線6月底通車了後，頭一擺發生車廂內的安全危機，坐穩警察也提高戒備，尤其為16起三英線營運時間會為8點到暗時10點改做全時段6點到暗時12點。坐穩警察強調，巡視勤務也會得咧延長。通報鈴前後車廂都有，那都可以聯繫到行控中心。如果你有背包的話，就是可以拿來做預防的效果啦。三英線部分站點之間距離較遠，坐穩警察也提醒乘客，坐車時另愛注意適合的環境。若有發現身邊的人扎到海頂危險物品，也愛隨通報坐穩警員也是警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